香蕉案，这一次来讲的这个案外案。对，很多人不知道香蕉案是什么。香蕉顾名思义，它就是长条状的。就这样讲，什么你还香蕉案里面啊，一直抢饭，伫内底去人边讲边讲，边讲边讲边讲。好了，闭嘴。这东西。哎，小孙。耶！哎呦，欢迎回来草屯囡仔的台语小教室。啊，你今天扮演的是猴型哦。有防疫嘛，对不对？你看现在这个防疫很重要，我们也都窝在家里，都没有出门，然后练了一些垃圾话，我们也补充了一些文化的涵养。对啊，顺便拍了几支垃圾影片。当只要还有一个人愿意欣赏草屯囡仔的时候，我们就还会再做出一些东西出来。草屯囡仔的宗旨就是这样。上次大家敲碗笑脸给，所以你们今天要给大家什么？毕竟大家敲碗，而且下面真的是留言热络啊！哦，65折哎，对没？哇，他超多啊！对，所以我们这一集的目标就是要让留言数超过65，我们就是算是成功了。好，有志气。好，走起来！嘿呦，少年家，颔棍破脸亲娘做。嘿呦，少年家，学三学靠白宝的。安库破脸亲牛嘴，我那个发音都发不出来，拜托帮我正音一下。颔棍，那个颔跑到鼻子来了，颔棍。其实这一句话，很多人都说，为什么少年家一定要颔棍破脸亲牛嘴？其实当初我只是觉得说压的比较顺，没有想到下面这一句也引起大家的共鸣。乌衫乌裤白布的，看到那个台语字那个乌啊，因为很多人都会写成黑暗的黑，它的台语正字是乌鸦的乌，乌衫乌裤白布鞋。继续。咱拢送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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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买我真疯，咱的家乡培养咱的力量。我看国字就看不懂了。欲以劲碰，买我紧绷，紧绷就是最大能量值，被哇就是快要靠近了。小编帮我 key 一下，欲以劲碰，继续。内底咱讲煞是愈国际，歹势咱红家带点野性才输配。拍谁？你很会讲拍摄呢。对啊，大家都是会讲台语的好不好？对。你看，就是从一些生活上最简单学就是脏话，是我们教上紧。外国人对我们也是这样，所以当我们有语言交流的时候，他就是会教我们一些有的没的。歹势咱红家带点野性才输配。不好意思，我的风格就是要有一点土性。他也不是说强调特别厉害，他是说我就是这个样子，来搭配得上我。他台语正字是直接写适配，1、2、3、4的4。台语人都速配，叫速配。那我们就继续听歌吧。好，来。咱拢躺车脚步行恁情侣，恁有我嘛有，要来加一块。身躯的板木乌乌，恁白甲分拍司机都搭卡坐车，不如行那万里路环境。像摇个摇的摇槟榔，接地开玻璃。什么拖赤脚？咱拢不用怕什么鞋。咱拢躺车脚，无惊恁穿鞋。我跟你讲啦，就是命一条的意思啊，不只是人对人，也可以我们对于环境，我们对于生活的一个态度。重点啊，很多人念成腾架卡，其实不是这样念的，是念腾恰卡。而且这一句我是从窦智孔的电影里面发想而来。出狱的时候，对，然后他们去迎接他，然后他跟那个议员，对议员讲这一句话，我腾恰卡吧，我就给你请。我听到一个很熟悉的名字。戏底刀，戏底刀也是一个牌类游戏啊。相较于麻将的那种东啊把战，大概是推筒子那种概念啊，也是几点加几点啊，然后也有一对的啊，4张一样的。对，4张一样的就叫4支刀。是4支刀输钱输的比较快，还是射龙门输的比较快？我跟你讲，赌博都一样，都会输钱输得很快，所以奉劝大家不要赌博。球板也要按。我想要好。环境像摇鼓摇来摇，摇鼓就是摇篮的意思。对，摇篮就是我觉得环境啊，就像一个摇篮一样，对，孕育我们出生，对，然后培养我们的在地气息。而且环境啊，这个很多人会讲错，它其实正确的念法叫环境。对，环境像摇鼓摇来摇。我们要往下走了，往下听了。少年家气味，少年的酷哦，咱少年家哦，想要见面别人有的咱嘛无输。咱少年家哦，嘿呦，少年家，颔棍破脸出娘做，嘿呦，少年家，学衫学裤白布的。我这边我还想要再讲一下，刚刚是不是还有再一次颔棍破脸青牛仔？我那一天去一个哥哥
他们的那个庙那边，然后他们有举办一个烤肉的派对，结果就有一个弟弟哦，他就背了一条7两多的金项链，很重。他说苏一哥，我真的听了你们的歌之后，我去打了一条7两多的金项链，他觉得当这一种的少年 gay 很酷。他说他好像花了40-50万吧，夭寿哦，现在金子很贵。但是你换一个角度想啊，这个也是一种储蓄啊。我觉得草屯米娜哥有带给人家正向的力量，那我觉得是非常棒的。好了，我们继续走下去。放荡不羁少年家有名声直直批，我是真卡来的少年家兄弟拢甲做伙，你插潲我走，跳真开也是市区，我是路在地。好像听到脏话哎。啊？哪里有脏话？台语很生活、很台湾的一个用词。遇到不如意的事情，你可能对着我抱怨，我就可以说啊，卖插小伊啦，黑拢无好的代志，卖插小伊啦，心情放好开啦，别去管他啦，不要去管他。台语就是这样子，每一个人的认知都不一样。可能你会觉得说，这一句好像是脏话，但我认为不是，这个不是只存在我跟朋友之间，这是我们可以有共同的一个默契，但是别人不见得是这样子认为，所以我们当然不会在外面随便跟人家说，你是咧弄啥。你是咧哈喽？对，你就这样的态度给我长大，这样。对，很好，你的态度。我们187的学长上次跟我们讲一件很好笑的事，对，他有一天开着车呢，然后在停红绿灯的时候，他遇到什么事情？他遇到2个国中生，少年啊，对，然后对着他讲什么？你是咧看我小？然后你知道187这个 Johnny 学长呢，他怎么回答他吗？他跟他说很好。保持你正向的态度，你以后会是一个成功的人。他算是有静心转念的。有时候别人对我们的辱骂，我们可以把它化成一种正向的力量，再回馈给他。对，没错。我们不一定就是一定要恶言相向。对，就他简单的一个转念，就变成一件好笑的事情。对，所以大家静心转念很重要，我跟大家分享。来。为了生活出来暖，大家要做兄弟拢莫转，不管时间我你换门窗拢莫穿，做伙放着这条歌。门窗拢莫穿。你是咧做啥？不管时间我你换，门窗拢莫穿，拢莫穿。你要穿是什么吗？你们应该有看那种古早的那种庙门关起来的时阵，伊内底想一支迄在坑的。对，一个横木头。对，一个木头，那个就是串。对，就是把门拴起来的意思。那串这个字怎么写呢？小编帮我 key 一下，串一个门中间有一个一横，就等于把这个门拴起来。我觉得大家应该不陌生啦，因为在郑经的那个 NG 尾拄着关老的啦。对，他在海水的大，石头的暖，咱当天有酒泉。所以是哪一句？你是门，我是窗。若是出世要来，互你做伴。那个就是窗，我是门，你是窗。我是门，你是窗，对，就是你一定会甲我插。对，插落。我会使做窗，你做门吗？我甲你插。对。再听一下副歌，我们来解释一下前面阿姨。然后镜头前面的唱起来哦。嘿呦，少年家，红棍破烂七娘做。嘿呦，少年家，学啥学靠爸母的。今天整首歌听完，你再怎样你也要学到这2句吧。来解释一下前面阿姨。这个阿姨这个想法，一开始很多人都不知道。满头问号。对，满头问号。身为一个合格的少年 gay， 任何好事你都要做，因为我常常在去台中的路上，我都会遇到在卖玉兰花的阿婆。所以那个老阿嬷就是一个卖玉兰花，单纯卖玉兰花的阿嬷。对，那为什么她那个整个氛围会弄得那么恐怖嘞？因为我看了 Netflix 的电影给我的启发。对，它前面都会有一段很莫名其妙的预告，让你看起来很可怕。所以你也是算编剧就对了。算是说前面5秒跟后面5秒的编剧。对，没有错，没有啊，因为我们的作品、我们的 MV， 我们都要投入一些想法啊，包括在甩尾的时候，在上面那也有你提供的一些想法在里面嘛。对，就是我们提供的角度是不一样的。现场 freestyle。对。所以这在那边证明了草屯一娜没有在照本走。有啦，还是有啦，偶尔没有本啦。对啦。那我
我想问一下，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之前没有分享过？如果以针对这支 MV 来说，我想要先分享一个稍微有点可惜的事情。我们本来还有找到其他场景，很屌的货柜场，货柜场，但是很不幸，刚好在我们拍摄前一天，货柜场的货柜有掉下来。对，风太大，因为在海边。对，所以他为了确保我们的安全，他们也不想要因为有人出事，然后他们也要负责，因为他们毕竟只是提供一个场地。对，这是我们稍微觉得有一点点可惜的地方。那讲到这个，我是看到上一期对，有一个粉丝有问爱我你会你们有发现吗？哎，你们想知道的话，请看下一集。嘿嘿，哎，下一集我们要专门来做解答，好不好？对，如果我们有讲错了，也欢迎你们大家来下面纠正我们。没错对我们也正在学，拉着你们一起跟我们学习台语。会晓唱台语的啦，不一定会晓讲台语。对，我们也是很认真，还在学习。你那是刚刚北拜，分享出去，订阅我们的频道，然后开启小铃铛。所以以上就是今天的台语小教室，大家拜拜，拜拜。